珠海十字門夏威夷般嘅園林，最豪華嘅屋苑，自帶室內泳池以及室外嘅景觀泳池，仲有最高端嘅私人會所健身室。咁樣個院配套，你又中唔中意呢？咁現在上到嚟我哋嘅交付標準啦，所見即所得。咁門口咧係做咗一個子母門嘅設計，非常之人性化嘅。咁再有嚟咧，鞋櫃嘅位置全部預留好，做好晒俾你嘅。咁全屋嘅新風系統咧，智能家居咧，全部都係配備齊全嘅。咁入到嚟咧，我哋右手邊咧係一個客房嘅位置，可以直接望翻橫行嗰邊嘅路況嘅。咁再過嚟一個公共嘅衛浴室，三件套全部都齊全，而且交標都非常之高嘅。左手邊咧係一個客房嘅位置，都係可以直接望山同埋一個海景，非常之舒適。咁現在嚟翻我哋7米嘅大環廳，整體空間感係非常之舒適嘅，而且地磚、背景牆以及假天花、新風系統全部都係整好晒俾你嘅。嗱，咁現在出翻嚟我哋8米嘅大露台，可以見到右手邊咧係一個橫琴，左手邊係我哋嘅澳門，而且仲可以望到山同海嘅。跟住呢邊咧係望翻呢個十字門嘅會展中心以及十字門嘅小學。咁再睇翻我哋第3間客房嘅位置，出邊個景色同樣都係非常之開闊嘅。咁最後嚟翻我哋主人房嘅位置，呢個有個套設嘅設計，而且整體空間感都係非常之舒適嘅。最正嘅咧就係呢個270度嘅落地玻璃，同客廳望嘅景色係一樣嘅。呢邊係橫琴，跟住呢邊咧係澳門，可以望到煙花景。再過去咧就係十字門嘅呢個會展中心啦。整體屋苑嘅交標咧係非常之高嘅。咁有興趣嘅朋友咧隨時聯繫翻我。